头壳对落，心情红衫粉卡底过嘞，可爱小阿妹，今年是几岁？听问阿娘不知家翁也陪。脚穿红布的一步叫一个，实在真美丽，愈看心愈美。拜托阿娘啊，予阮爱一个。拜拜。问要创啥伙？阮都无爱去，甘愿将子做工来万岁。阿娘万岁，阿君莫白白。阿娘家阿伯分免做空客，三顿又细细，敢会活一世？每暗带你来同游野地。风流老阿伯，讲话真实嘞，回头吃水也唔吃歹势。阿娘阿莫讲心乱话，看恁最近来去下小姐。你即摆是咧创啥啦？钱啊！啊，钱到你先出啊！我早就甲你讲啊，到时咧分钱，我加分就会努力啦。啊，我辛苦的钱拢去互你甲乌呆啊，剩3000外尔啦。哦，你少看单日讲啊是够戆呢，你无听人咧讲哟？迄头掠鸡嘛，都爱100米咯，啊3000块都有够啊！你敢呢？我知啦，头掠鸡爱100米啦。我是惊迄烦恼讲，迄只鸡掠无着100米去互毒去。破假嘴，破假嘴，有我伫个安啦，去咩啦？你行，进来啦！好啊。是啥呀？嘿，钱贵宾，请上座。嘿，安尼嘛较差不多。那慢性，一人一半。来，先吃。好。阿母哪无食？阿母就当倒等规暝，啊煞无胃口，讲食袂落啦，伫咧房间咧休困。阿妈听孙哦，也无怪伊咧食袂落啦。阿美丽啊，因阿爸敲电话来讲身体足无用的啦，叫伊等去倒顾店。紧食。真的啊？啊，咱倒到即阵还袂转啊，我实愈想愈烦恼呢。免烦恼啦，等有大进步啊，替咱出面哦，我真有信心啦，你放心啦。啊！阿哥，你来了。妈，阮食饱，阮要出去耍啊。好啦，有弟弟妹妹吵架出去外口吃饭。妈到先生嘞。哎，唔通乖乖的，你转来啊！乖啊！有找阮豆豆无哈？本来是会当找着啦，啊，毋过吼，都卖问啦，足闹亏的。哎呦，对啦，啊，有人敲电话来厝的无？还是有其他的消息？就是拢无，我毋太咧烦恼。啊，安尼看来哦，一定向导结识。你是咧讲啥？毋是啊，我是讲阮师准嘛，什么代志拢会用解决啦。阮豆豆到即马一点仔消息都无，安尼要安怎啦？小等下阮阿母若起来吼，一定足烦恼的啊。这放心啦，我吼昨有找到一条线索呢。真是了，啊哪会讲？你有知影阮倒伫倒位？伫倒位是无啥了解啦，啊毋过吼昨真拄好去互阮撞到迄两个偷牵马仔的贼仔啦。啊伊甲阮讲有看到豆豆吼，互人从车甲伊载对北平去呢。啊哪会讲？阮倒倒无，这是叫我绑票的。开门3000块，这个买吃哦，吃3礼拜无问题啊。哎，少年的，哇，你遐赞，就这钱的。少年的啊，哇，你时较差不多了呢。你物件遮尔大，你甲缀伫遐对面，啊，我以后你第10个才袂上啊。是嘞，我都差不多了。你不要坑在涂骹是？涂骹？对啊。头家，做生意人性地无遐歹，我你无胆呢，你遮大声，我会惊着呢。
是的哦，你懂嘞？哇，你安尼就是要选咯？来，你甲我看嘛，我这是啥物鱼啊？我这上高贵的鱼呢？啊，你甲底甲2、3层，你要叫我袂像啊？卖想，外面，哦，这嘛甲差不多了，这一斤偌济啊？2尔啦。啊，2哦。头家，你的鱼啊滴落啊？哦，迄表示你买鱼啊足爱大鱼啊。安尼你还阁不晓买？我买啊。嘿啊，啊，捡。啊你家己不晓捡呀？当讲大我甲你斗捡咧。我捡。哦，加载。哦，加载。我的裤吼，听到啪一声，全无破。头家，来，你讲这鱼啊一尾偌济啊2啦。啊？哦，这个澳鱼啊，一斤就2啊。安怎？嫌贵心啊？袂贵，俗。啊，本来像阮遐水林安尼卖鱼啊，这草啊1斤300外块，俗啦。啊，头家，是互你免走啦，多谢哦。安尼生意有巧。多谢了。你是在车啊？当然要惊啊，无来看。你看我唔敢要弄倒啊！哎呦呀！是嘞啦，歹势啦，我唔是调工的啦。歹势是我啦，歹势。哎呦，啊，当害你安尼规身躯啊弄乌米嘛，来，我甲你搬咧啦。哎呀，你车脚会动啊！你小龙啊！哎呀，弟哥，来呀，我小弟哥啦哈！我真啊，互你害死咧！害我后要惊死。你若无爱困，你是爬起热燥要创啥啦？哎呦，我咧坐看卖有物仔通食无？规中斗到即马吼，是啥物物件拢无食啦。哼！我本来想讲哦，你咧甲我交代甲足粗糙的呢。好啦，你放心啦，我就叫拄啊迄个阿呆吼去买啊，伊一定会准备甲足青菜，互你食啊饱吼。啊，伊到底是走去倒买啦？那你这样久啊，还袂倒啦？哎呦，我的腹肚枵啦！哎呦，枵啦，就枵的啦！哎呦，我的腹肚枵啦！哎呦，好啊啦，莫搁爱啊啦，互你爱到到地，我腹肚啊若缀你枵起来，你干啊？好啦，啊无我出来甲看卖啦。哦，会明了。迄我即摆若去看的，啊，毋拄你若甲我偷走，会明了？哎呦，袂啦，我都还袂分到钱呢，我哪会偷走啦？你自己做啦。迄袂用的哦，迄哦，留你家己一个当家哦，毋拄你若偷走的，我迄钱就毋是啦，我是讲哦，我当家陪你较好啦。袂啦，我袂偷走啦，你自己做啦，我腹肚就枵的呢。我腹肚嘛足枵的。啊，哪有鱼啊？啊，这山顶呢？哦，这阮当天公伯啊吼，迄讲我这个人良心足好的，心肝好，超工叫咱外口迄吊桥骹迄鱼啊，家己欢喜甘愿跳起来要互咱食的啦。哎呀，阿呆啊，你安尼去规半晡倒来无啥啥，你是咧创啥？我要惊死！安怎啦？我过市场人哦，拢掠我金看呢，逐个哪会掠你金看？哎，我秘书敢若讲
知影同款的意思安尼？敢有可能？哎呦，后迄个无可能的，我咧从行一了，从骹尾拎一过，从赶紧劈了就转来呢。哪会呢？安尼惊死！钱少爷、钱贵宾啊，你即摆是咧笑啥？是安怎啦？你是巴肚枵叫枵甲叫拍大球啊？不是啊，你看看去啊！哎呦，吓死吓尽啦！迄大母人大母姐啊，迄裤底拍枪遐下款，啊你家己唔知影，莫怪规菜市仔拢咧看你。哦，当你当作你外缘投，大家拢注意你。我知。好啦好啦，来，啊你去买什么物件，咪紧摕出互食。啊，就这啊。哦，你去买几包，开3000几，买即摆转来。系啊。哎呦，啊即摆青的了。啊你的意思就像讲，春班表阮两个做三星米线。嘿，一言难尽啦。都未啊，头家甲讲哦，讲这外补咧呢。补你死人，当叫你鱼啊！这大家嘛咧食，这里外补啊，外补啊！真正我若甲你做朋友，甲你斗阵，真正会互你害死啊！哎呦，巴肚枵啦，巴肚枵啦！看卖咧，看卖咧啦，害迄个囡仔安尼巴肚枵，安尼偌可怜咧，安尼对你的良心都会得过，会得过少。较后无你去买啦。好，你是头够呆啦。啊你就车钱来食，我来买啦。啊钱就摕来。无啦，哪有钱？凊彩讲。钱少爷，你啊若有哦，加减淡薄仔出来烧天。无钱啦，若有钱哦，我哪就对你来遮趁钱。有你，伊无钱啦，等有钱咱就对咱出来趁钱。哦，迄你实在有够无面子，迄无采讲你名哦做钱多多，啊出门也袂晓讲甲恁老爸加摕寡钱去落地啊，迄出来毋知利用闹去，对无？对。阿达，迄表绑起来。无你绑我表啥？叫你绑你就绑啦，你无听就笑啦，绑起来。我就甲你讲啊，对，迄分钱的时候，我加分1分互你啦。你若即摆讲的第六摆啊，迄讲句就变真的啦。啊，不要来关门笑啦。好。金如爱哦，我安尼啦，哎呦，我知影啦，你足思念我的啦，卖啦卖哭啦，若过2天哦，一切问题都拢解决啦啦。这个若在我边仔咧扫来扫去安尼，这个敢会形事哦？我附近选较要紧嘞。再见了。歹势，互你卡，这还有南山的啦，你做你摕卡，卡剩了才摕买分就好啦。歹势，做人阁真好，你敢阁要我卡？喂，金如啊，我知影啦。我甲阿呆伫要趁大钱啊了。啊，你去甲阿呆因某讲吼，阮两个真好啦，叫伊放心啦。啊，啥？阮住伫倒哦，迄后摆再甲你讲。啥？卖大家摆啊！我想要几单哦，你收来得。啊，你大整啊，伫厝里笑死人。你是咧创啥？无啦，我就无咧创啥。无，我看你一个人哦，鬼鬼祟祟，啊个尤其啊，你这目睭啊，挂这目镜啥啊？我都近视啦吼，目镜弄破去，还袂去配啦，啊，再安尼用伫这，我有形了，差两多好，近视佮拄着有形，对，你莫帮你发作啊。这真歹咧，
明知家己有病，还佫死过乌白说。后摆来出来吼，想有一个人要带，敢要回遐。好啦，好，今仔大日多谢，我等下去吼。哎，东嘞，还佫有啥物代志？你手摕这牌仔是创啥？这个，我会惊讲吼，迄个无卫生的人吼，迄笨手乌白倒安尼啦，我会去伊牌仔徛喺遮，安尼伊就唔敢乱倒啊啦。想袂到你这市民哦，真正有公德心。无安尼好啦，我带你来转。你带我转去哦？是啊，啊你身体若无好，我带你来转，唔通讲哦，阮警察无咧关心老百姓。免啦，我拢好啊，我拢好啊，真正好啊。好，所以你等我见人哪去？免啦，我即摆好啊，家己行，我家己转来就好吼。真正要向哪里送？对啦，这。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？我甲你讲，你钱爱甲准备好势哦，3天后我来提钱。哎呀，安尼啦，咱老兄弟呢，啊无你嘛等下讲老厝边你遐拜种啥？我即阵啊吼，连续讲吼，实讲啊足凄惨啊，叫要气走咯，你知无？你讲的啥物话啊？哈？你讲句我做做头，我甲你负责了。哈？你若签着摕钱，你摕紧紧。即马讲句尔要甲伊摕钱，安尼拖，你真拖沙呢你啊！阿妹啊，请你莫生气啦，阮一个真拢想办法就是啊啦。啊个吼，阿呆吼有敲电话转来，讲你要装钱啊，吼，拜托诶。电话免讲遐济啦，恁翁吼有装钱无装钱，迄恁兜的代志啦。不管我着3天后要甲伊摕钱就对啦。哼！哦对啦，对面的阿金仔人是走倒，哪安尼门关条条？阿金嘛，我知影真早，快就出门啊！恁吼拢欠钱万借主啦！哼！你安怎就好了？阿叔啊，走啊是吗？走，都走了。哎呦，你加载，我安尼变了太紧了，要若无吼，我就死甲足歹看的。妈，我看伊足歹样，咱是变怎才好啦？什么伊这歹呀？伊拄则哦，安尼甲我吓惊一下，我头前我都昏落去哦，我会惊哦。我添一杯茶给你点吼。多谢爸。好啊，较莫踮我的面头前哦，你教歹我的新妇啦。后迄落大官你天地互新妇啉的啊？哎呦，阿金啊，迄是阮兜的代志对无？因为我欢喜，我高兴对，你搁咱这要创啥？啥你欢喜？你欢喜，我就无欢喜啦。英如啊，我安那行到即摆去流庆馆，去添一杯茶互我缀行。我即摆来去。哎呦，阿妈，做恁新妇实在足可怜的呢。哦，都爱安尼甲你巴结才会用的哟。对，啥物对？我跟你讲哦，个人新妇个人管啊，啥物巴结我，迄我的代志啦。你啥物意思你啊？哈？我跟你讲哦，我是讲我做人，是你讲啥？唔好收超价啦。安怎超过？是你外超过？避免咱新妇啦。啥物新妇？你减讲一句都无代志啊！我后尾就开来要甲你冤家啦。是讲行路啊，恁翁我迄个心肝囝，敢是讲要出去装钱，哪会到即句一点仔消息都无啊？哈？我嘛毋知影啦，毋过又敲电话转来吼，讲了无清楚，讲啥物到底要趁钱啊呢？阿金啊，咱恁后生迄个闲啊，我都趁什么钱啦？无你讲迄啥物笑话啊哈？阮囝无法度趁啥物钱，啊无恁囝是要趁啥物钱啊？哈？我讲啊，偏偏讲囝来讲，阮囝较才情，人伊要趁钱较法度。阮囝较才情，人阮囝趁钱较有法度啦，迄是阮囝啦。好啦，英如啊，遮的空气足歹，咱莫比当遮，转来去。顺行。阿伯，歹势吼。英如啊，好啦，我来啊啦。心事
那么公主来，也人会知。哎呀，好啊好啊啦，莫唱啊啦！喂，吼，你唱歌实在有够歹听呢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免想讲哦，你唱歌互我听，我都袂晓啊哦。我搁等3分钟哦，若米仔袂买转来哦，我就是真是要走啊哦。红衫粉头嘛滴过嘞，可爱小阿娘，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若米仔袂买转来哦，我就是真是要走啊！无咯，真少呀！来，阿呆啊！阿呆啊，来开门啊！好，转来，来，你等，来，进来开门啊！好啦，来，食物件，我知你巴肚咧枵。来，哇，好，足好食的，我说。你嘛较正经咧，啊！你现在讲到我是倒咧无正经啊？我讲你有公德心啦，你怎么咧咁顾本事啊？我这，哎，这一言难尽啊！来，用笔较紧啊！安啦，啊都安尼啦。哦，都是安尼才会去延前到这当阵才转来。哎呀，好啦，辛苦了，来，一个食。哎，我都要钱都冇讲。呀，钱多啊！无够要有呢，食好饱，吼！啊，既然是朋友啊，吼，安尼，无恁兜的电话几号，你甲我讲，吼。恁兜的电话几号？甲我讲，惨咯，代志来咯！钱多多根本都唔知影思安甲阿呆的计划，钱多多是毋是会甲因讲伊厝里的电话呢？假使伊若甲因讲厝里的电话了后，伊的效果又会变成什么款呢？多多是毋是有生命危险？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代志。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敬请同齐来收看大金宝串江湖。我笑容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。是我痴情又倔强，伊是风，是线，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